今日啦，除咗我哋邀請我哋劉主席嚟到台上面為大家致辭，好高興啦，亦都邀請到我哋今日嘅主禮嘉賓將會嚟到台上面為大家致辭。所以呢個時候，我哋用熱烈嘅掌聲歡迎我哋今晚嘅主禮嘉賓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女士 JP 為我哋致辭，有請局長。Please join me welcoming our guest of honor, the Honorable Mabel Chan,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to say a few words for us.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Miss Chan. 林永峰議員、Gary、各位嘉賓、各位物流業界嘅朋友，大家晚上好。大家估下我今晚有冇稿呢？聽咗頭先Gary 咧一番係預備咗有稿，另外冇稿嘅説話呢，其實係好體現到佢非常之真心呢，係能夠代表業界發聲嘅。咁所以今日呢，我都預備咗一個比較長啲嘅發言時間，希望唔會阻咗大家食飯嘅雅興嘅。首先呢，今日好開心、好榮幸啦，係可以接到哈法嘅邀請，出席60週年嘅呢一個嘅歡迎嘅晚宴。好記得呢，我覺得時間飛逝，因為舊年呢，我喺同樣嘅場合呢，知道呢係今年將會係60週年，咁我都好期待呢係可以有機會去參加。咁時間過得好快，今日轉眼呢已經係嚟到60週年，係一個甲子嘅一個好好嘅一個嘅時刻。其實回顧返整個60年啦，其實一路喺哈法作為香港嘅貨運代理，同埋係物流業界嘅中流砥柱，亦都咧係香港航空業嘅代表嘅一個最具規模嘅一個嘅商業嘅組織咧。其實一路以嚟咧係陪同住貨運同埋我哋物流業界嘅唔同嘅朋友、唔同嘅持份者咧，係經歷無數嘅風風雨雨嘅。喺過去嘅60年裏邊呢，其實一路我哋香港面對嘅貿易同埋物流業界呢，有幾時係有停落嚟，或者有幾時係一定係順風順水呢？呢個亦都係唔會係咁樣發生。咁但係呢，我哋一直呢係得到喺哈法同埋各個嘅會員同埋持份者嘅努力之下呢，我哋香港一步一步走嚟，直至到今日我哋成為咗國際嘅航空樞紐。我哋亦都咧係能夠喺貨運業嗰度咧一路保持住我哋嘅韌性，保持住我哋嘅靈活性。喺2025年呢，我哋嘅貨運業咧嘅香港國際機場嘅貨運吞吐量咧係好大機會係突破500萬公噸，亦都咧係好大機會咧係可以做到達至到507萬嘅公噸。咁呢個咧好有機會啦。雖然成績係未公佈，但係好有機會咧，係令到我哋香港國際機場咧係可以第15度係榮升全球最繁忙嘅空運機場。喺呢度我要特別向哈法嘅同埋在座嘅物流業界嘅朋友致謝，要多謝你哋咁多年，同埋你哋嘅同業嘅人員付出汗水腦筋。去不停去咧，去點樣幫香港咧係提升我哋嘅競爭力同埋嘅韌性嘅。正如我剛才所講啦，喺物流業，我哋面對住國際嘅大形勢咧，從來咧都係面對住不少嘅風雨嘅。我哋可以數返近年啦，喺2016年，我哋嘅國際民航組織提出對於一啲出口嘅物品咧要實施安檢。我哋喺2019年經歷咗新冠疫情嘅衝擊。我哋喺近年面對住美國濫施關稅、中東局勢、其他嘅國際嘅地緣政治嘅影響咧，令到係衝擊住我哋呢一個嘅自由港同埋一個開放嘅市場。咁但係咧就憑藉住我哋嘅一股 can do spirit， 我哋嘅韌性同埋我哋嘅靈活性咧，令到我哋喺經歷咁多風雨嘅時候咧，仍然係屹立不倒。咁所以咧，
相信呢嚟緊呢，我哋面對更多嘅挑戰呢。剛才頭先阿 Gary 主席呢都有講到呢，我相信呢，我哋係會憑住我哋嘅一股團結嘅力量啦，同埋我哋係識變求變嘅精神呢，係會一直呢係去迎難而上嘅。近月啦，我哋呢面對住中東嘅局勢、戰亂嘅影響，其實每晚或者每朝大家打開個電視或者喺社交媒體睇到喺中東嗰方面嘅能源嘅一啲嘅地方受到唔同嘅戰火嘅衝擊呢，我自己睇呢，我個心都睇到實晒嘅。因為呢個呢唔單止呢係影響緊一個能源嘅供應啦，亦都呢係會影響到全球周邊嘅貿易供應鏈，成個呢係會有所失衡嘅。我喺度呢亦都呢係好希望同埋呼籲呢，我哋嘅業界呢一齊呢一定要係並肩作戰，冷靜面對，互相扶持，共同呢去尋找一啲緩解嘅方案，去應對呢個艱難嘅時期。因為可能最艱難嘅時期嘅時刻係未到嘅，我哋一定要呢一齊喺度呢尋求預案啦，做定一啲部署。另外呢，我哋一定要呢係不忘呢去找緊呢一個嘅商機同埋個機遇啦，打好我哋嘅基礎，亦都呢係要大家共謀呢係點樣能夠呢開拓更多嘅商機。哈法呢作為喺物流業界呢嘅中堅分子啦，除咗係我頭先剛才所講到嘅去團結業界呢，近年呢亦都係積極呢係擔當住呢帶領業界啦，為業界同仁呢係積極發聲，尤其是呢係可以向政府呢係建言獻策嘅。剛才阿 Gary 呢都有提到數到一啲例子啦，我特別深刻嘅呢可以數幾樣同大家分享。其中呢，譬如我哋講到喺提出我哋嘅第三方物流嘅發展商或者係營辦商嘅資助先導計劃啦，我哋喺海關同我哋嘅一齊合作啦，我哋推出另類嘅吸煙產品嘅轉運監管嘅計劃啦，亦至到呢，我哋喺2023年發表嘅現代物流發展行動綱領，同埋我哋去年剛剛就住物流業 ESG 嘅發展嘅路線圖啦，喺每一個嘅我剛才數嘅一啲工作裏邊呢，其實我哋都有好重視，透過哈法呢去統籌同埋呢協調咗為業界俾到我哋嘅好正面嘅一啲意見，係幫到我哋呢係一啲好務實、好實質嘅一啲嘅有用嘅建議嘅。咁所以喺呢度呢都要衷心感謝，亦都好希望哈法可以未來呢繼續為我哋喺呢一方面呢扮演個有用嘅橋梁。講咗咁多好 heavy 嘅嘢呢，我都想轉為呢講講呢哈法對於整個物流業界個形象嘅提升。今晚呢，阿 Gary 主席呢係比起舊年呢比較嚴肅嘅，但係佢呢大家呢都好清楚呢，佢比較熟悉，比我更熟悉佢嘅為人呢。哈法近年呢係好鋭意呢去將成個物流業界呢係提升作為智慧、創新、高端。呢三個形容詞，我唔知啱唔啱形容喺阿 Gary 身上，但係放喺業界呢就一定係啱用。喺剛才嘅發言裏邊呢，大家都會可以睇到一啲例子啦。首先呢，就係動靜皆宜嘅，譬如呢，你哋會喺業界嗰度呢舉辦一啲年度嘅香港空運物流嘅足球聯賽啦。呢個呢，亦都係幫助大家呢係去提升你哋嘅體力魄力啦。對住年青人呢，你哋都有舉行咗一個叫做創新與領航物流業嘅一個嘅聯賽啦。咁當中頭先都大家睇到好多年青嘅一伙子啦。我特別留意到呢，就係話佢哋嘅領獎嘅嗰一隊呢，係最近呢都有去出賽日內瓦嘅比賽啦，亦都獲獎。咁但係呢，我就唔係重複剛才主席提嘅，而係我好細心睇到呢，佢哋獲獎嘅嗰個項目，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剛才個投影片裏邊好細嗰啲字眼，我好留意到呢，亦都呢係吸引到我嘅注意力呢。佢哋提出一個呢係好具體同埋務實嘅方案呢，係叫做貨車泊車嘅一個嘅輔助嘅計劃 T Assistance。我覺得呢一個呢係好睇到呢年青嘅一代呢係既能創新又有
務實嘅呢一種概念係好啱做喺物流嘅。咁所以咧，我都好希望嚟緊呢，透過哈法咧，可以繼續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培養年青嘅人才啦，幫我哋咧去繼續咧去承傳嘅。講起年青嘅一代或者係向未來咧，我哋嚟緊呢會繼續去為我哋嘅香港物流業，政府會擔當一個帶領同埋領航嘅角色，希望咧係能夠打造一個更智慧化、現代化同埋綠色化嘅一個業界。我哋特別咧會除咗係我哋已經係落實咗我哋嘅現代物流行動綱領裏邊嘅多項措施之外咧，我哋亦都會落實我哋 ESG 嘅路線圖啦。我哋亦都會好快咧就住我哋喺洪水橋嘅現代物流圈嘅一啲嘅用地咧，作一個意見書嘅邀請嘅。咁但係最重要咧就係我都想講咧，就係一個 PCS 嗰個系統。呢個 PCS 嘅系統咧，係得到業界嘅大力支持，包括哈法啦，係我哋已經成功踏出一個好重要嘅一步。而家咧已經有超過4000間公司咧係已經咧係作為 PCS 嘅參與者啦。而亦都我哋好開心咧，就係得到香港金融管理局嘅垂青啦。佢哋嘅 Project Cargo X 咧，會聯動我哋嘅 PCS 咧，會為大家嘅業界，特別係中小企嘅咧，去提供一個嘅融資嘅方案。正如財政司司長啦喺個財政預算案裏邊提出嘅，有一段好細段咧，就係金融聯動航運。同樣地，金融聯動貿易物流嘅呢啲產業咧，都係我哋會嚟緊呢一年咧，會特別咧係放多啲精力咧同埋心思落去嘅。講到最後咧，都要去翻而家哈法目前面對嘅情況咧。剛才Gary 都有提到，特別多謝林永峰議員同埋Frankie 作為好好嘅橋樑，喺運輸物流局咧同大家咧都賣過告白。今日我嘅團隊咧，包括邱卓恒常任秘書長啦、Amy Chan 我嘅副秘書長啦，仲有Klaus Chan 啦。仲有Ming 嘅嗱，我哋呢度數埋咧就5個人，Do Re Mi Fa So 數晒㗎啦。就係我哋呢5個人主力咧，會作為大家嘅橋梁。有乜事咧，隨時咧打電話俾佢哋。全年365日，一個禮拜7日，24小時，全天候服務大家。作為大家嘅橋梁，聆聽大家嘅意見，作出心理輔導，為業界打通脈絡，亦都希望能夠共謀共商，去為大家嘅未來呢係打造一個更好嘅夥伴嘅關係。60年呢係一個甲子，一般嚟講呢，我哋講緊喺中國嘅文化裏邊呢，係象徵一個好重要嘅數字，係一個時刻。佢亦都係一個循環。今天我哋企喺哈法60週年嘅一個甲子嘅終點，其實亦都係一個新嘅甲子嘅起點。我喺呢度好衷心希望哈法未來係可以有更多個甲子循環不斷，貨如輪轉，生生不息。恭祝大家貨如輪轉，我哋香港嘅物流業再創光芒，再創輝煌。多謝大家。Thank you，多謝晒局長。